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台平乌级的渔船“大金满88号”，昨暝伫金门廖罗港的外海，互中国的海警爬起伫船顶检查扣押。海巡署接到报案，马上派出着3只舰艇紧急来救援，结果互对方抓落来，甚至佫伫外围啊侦测到4只中国的海船。海巡署就惊冲突会来扩大，所以停止入船。上尾啊，这个船顶5个船员互押去中国，这5个船员3个是印尼的，2个台湾人。中国海警14507，中国海警14507，这里是台湾海巡 PP1洞810向你呼救。面对海巡署公布放送，中国海警船完全无回应。天色黑暗，已经当看到对面正江市电火烈士，海巡办公我收紧。画面内底一只驶出来船仔，就是平湖渔船大金满88号。只不过这只船从暗时8点外左右，伫咧金门廖罗港东北东方向朝海峡中线以西25海里的所在掠小港的时，叫中国渔船划进翕相，定检查后，甲船仔押登去中国。本案大船被登检位置位在陆方领海内，且目前为中国湖际休渔期间。当时附近各有560只渔船列作业。暗时8点14分，大金满88号报案，去中国海警登检。海巡署遂出动2只专舰引擎。1点钟过，大金满88号已经离正江市5.4海里。不过海巡署敢若3只，比中国海警7只是输人点点，避免相关冲突，更让放弃对立。落尾船只伫咧暗时10点，去带登去泉州市正江北头港内。之前没有掌握情资，他们是有7艘，但是这个7艘不是同时在那边，是有这个状况后持续赶往现场的。一开始是我们2对3，但后来我们接获线报，另外有4艘赶往现场集结。船顶包含船长在内，还有一个台籍船员，3印尼籍船工，拢总5个人。海巡署除了全力抢救，嘛呼吁中国唔通政治操作，赶紧把渔船和人员放出来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